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10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6例本土病例，20来人带病入境，对正月11开始当天的航班，乘客爱先采检阴性才会当入境。今仔暗时开始就会变寒，拜2半暝到拜3透早，北部大约只有12度左右，大家爱穿好些。美军脱离阿富汗的时，伫机场有人把一个暗影交予外国阿兵哥，后来却失踪，传出是要互客一个客停车司机绑票。新闻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6例本土病例，20来人带病入境。另外，桃园机场烧毁事件又搁增加2例，是伫机场的管理、行李、刹车的工作人员哦。大家拢真关心的机甲服务员有接触的8个家庭，目前接触者的采检拢是阴性的。对正月11开始当天航班的乘客，就爱先采检阴性才会当入境哦。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有6例，那境外的移入有26例，死亡的个案没有哈，有2位哈是机场手推车的工作人员哈，居服员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案例哈。那居服员的本身，哈他所照顾的有7个家庭，那5个家人，好，这12个人哈，当然也是会居隔。那现在但是采验，在目前采验都是阴性。旅客入境检疫的措施加严那实施的时间就从明天的0时起，实施的对象是搭乘长程的航班，现在定在欧美、中东及纽澳等航线。那它抵台之后，我们采取是落地公费采检，那是采用的 PCR 的检验，快速的核酸检验，那验阳我们就送到医院。那验阴，我们就进入居家检疫的系统，希望这样子能够大幅减低可能的病例进到或者确定的病例，进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再来看这2天，桃园机场 PCR 采检8924个人，结果有3个人患着病，其中2个是昨公布患着病的清洁人员，另外第3个人目前是搁在疫调。从后礼拜开始入境高峰，指挥中心是宣布讲，明仔载开始，当天航班的旅客要入境进前拢爱先体检，有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入境。要不要离远一点？确诊旅客通道的防疫动线是毋是到位？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市长初3到桃园机场亲身视察入境旅客入境，包含为空桥到检验区的候机室，会用煤灰做等待按名册编号叫号采检，都是针对下礼拜开始的入境高峰。指挥中心宣布，11开始要对中程航班的旅客入境进前用采边啊，然后的快速 PCR 采检，摕到阴性检验证明才能入境。真正落实到我们从这个空测就后送，就不再进到我们的这个检疫的路线里面。那旅客采检阳性，会行专属的通道坐救护车直接后送病院，避免甲个人接触。但市长强调，这应确保机场大厅、清洁人员、防疫计程车、防疫旅馆的安全。第一线还没有入境之前，就能够把一定的病人，当然没有办法是全部。但是一定的病人在这边就筛检开来，那直接还没有入境，跟国人都没有接触的情况下，直接就下来，然后救护车就往外送。另外，桃园机场检疫风波扩大，连2天PCR采检8914人，结果出来，总共有3人阳性确诊，其中有2人是车到新增加的清洁人员，第3人疫调当中。有2位是昨天已经报告过了，那昨天又产生1位确诊，那现在正在疫调中，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8924里面有3位确诊。国籍的这个机师是不是又有一个确诊个案？对。现在初步有这样，最近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国籍机师陆续出现确诊，交通部长王国材证实，最近有安尼结果，传出确诊的是中营航空美国线的机师，伫居家隔离期间采检确诊。中营航空间的飞行交由疫情指挥中心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有一个居家服务员为着病，这服务员读国小的囡仔嘛确诊，学校长临时宣布囡仔停课。今仔早起，桃园嘛阁有另外一间国小嘛宣布要停课14天哦。确诊者是这服务员小囡仔的安亲班同学，两间国中嘛预防性停课1天哦。阁有一间国中嘛宣布讲今仔下晡嘛要停课。目前计共已经有5间学校停课咯。桃园市长郑文灿是表示，居服员的这条传播链病毒是拖甲真厉害。早起上课时间，家长煞咧带囡仔到学校，想袂到煞无上课走空抓。早上才临时通知的，不好意思。因为早上我们才6点40才接到教育通知。原来是桃园有一间国小传出讲有学生确诊，规学校透早紧急宣布讲，从初10开始要停课14天，但是发生甲真突然，安尼互家长拢袂赴反应。我没有接，因为我就是直接就小朋友就出来，就是我们手机根本完全没看，不会看的人啊。他现在好像是要放14天。他们学校也不晓得，现在他是1点多通知，可是1点多我们都睡了，所以早上起来，我大概6点半的时候看到那个讯息，然后看到讯息，我们就所有的启动，所有的联系，没有办法。好，将孩子做妥善安置，学校这里呢也有妥善的安置。这个确诊者是染疫居护员囡仔的这个安亲班的同学，两个人读无共间的国小，煞咧相会。校方伫初9紧急停课，并且展开采检，安亲班嘛无营业，来咧做大消毒。桃园的疫情已经探到校园内，已经有2间国小出现学生确诊。桃园还有2间国中预防性来甲停课1天，嘛有打出公告，讲校园内学生有接触确诊者。居服员的家庭这一条传播链，那么它的传播的威力是特别大的。根据昨天匡列采检的结果，是有增加确诊个案。桃机群聚感染，煞咧探到校园内。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讲，全市未停课，不过会来加强防疫的措施。即马居服员烧话这条线，伊的传播力真强，还佫有新增加的个案，嘛会随来甲启动采检。拜3开始会来设置社区的接种站，会煞咧甲疫情做防塔。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已经有5间国中佮国小停课大消毒咯。有医师是表示，12岁以下囡仔拢无注疫苗，虽然囡仔为着病，大部分拢是轻症，也毋过会甲病毒喂互厝邻的人哦。所以建议民众嘛是爱赶紧去注疫苗。另外，有专家反映讲，这服务员捌去服务过8个家庭，病毒嘛可能已经传到社区咯。桃园机场群聚一直扩大，而且拖到校园。有医师表示，12岁以下囡仔是还未注新冠疫苗的族群。囡仔一旦得病，虽然大多数是轻症，也毋过较会带病毒传予厝内中者。建议民众也是爱积极注疫苗。小孩子感染一般来讲就像感冒一样，好，怕的是他把这个病毒再传给他家的老的阿公阿嬷啦，或者是长辈啦。这样呢，就会造成整个社区又突然间爆发感染。为了防止病毒入侵，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上近8日起实施坐长程航班者需要等机场采检确诊阴性才当入境。对此，专家表示认同，而且建议现阶段除了爱加强社区防疫，并安全度过春节，也爱注意确诊居服员的传播链，因为伊确诊前8天。捌照顾过8个家庭，一个人可以接触很多个家庭，而且可以近距离密切的接触，那这种人是最容易传病毒的，因为他的生活形态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传到这种居家照顾员呢，这个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就是就疫情的观点来讲，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专家提醒，今年春节是疫情监视扩大的关键。民众可能会有公司买价自产、家庭聚会等群聚活动，随时可能互疫情相关。建议民众也是爱将喙暗挂好，厝内有长者也应该赶紧注第3期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疫情一团哦，附近的新北市嘛加强防疫。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就去大卖场来视察，伊呼吁民众赶紧去注第3档，嘛爱甲喙暗挂好完，会当等于是有第4档的保护效果哦。台北市嘛已经开放注第3档咯，有真侪人预约，嘛拍算要来加开一寡注射站。你老公喷一盖酒精。我们家客人过去以后，我这边再你喷盖来。详细看清消无放过任何细节，年节特别到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大卖场视察防疫措施。
面对桃园机场群聚感染确诊人数一直增加，校友仪评估，过年前2礼拜是疫情高峰期，新北防疫是不是升级，无正面回应。口罩戴上都增加1剂，你打了3剂，戴那个口罩又都增加了第4剂，所以戴口罩绝对不可以轻忽。新北加严防疫措施，各个卖场暂停试吃，各要求人流管制，每2点15平方公尺以内1人上限。校友仪也呼吁中央一检快速 PCR， 各列出高风险国家。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赞成一检 PCR。有68%的是在入境第一次采检就阳性，意思就是说，如果这68%的在机场就拦下来，他就不会到防疫旅馆去。那我们现在防疫旅馆通风设备的话，也不是100%的，你知道？这样很容易去造成那太多的破口。台北市开放注第3剂疫苗，七十才开放1点钟，到8万人有用，11万剂疫苗按算中度就会有用完。郭文哲呼吁，无有约到的唔免紧张，会加开中型注射站，14开放有约。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的群聚已经搁在传各县市哦，最近预约要注第3档的人嘛愈来愈多，嘉义县嘛搁设3个大型的注射站哦，头一天就有上万人来注射，高雄嘛已经有4200多人已经注好第3档咯。就算是拜一上班日，设伫高雄大东艺文中心的大型注射站，民众来去无停过，大家拢是为着第3档疫苗来的。快3个月了啦，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啊，所以会怕啊。Omicron 感觉好像越来越发烧了，所以还是会担心，所以今天就赶快带妈妈过来。高雄对西九开始，逐工提供4000人预约，头一天除了预约，佮加上现场登记的民众，总共有4214人注射。也因为安尼，初10开始，医药系统增加到逐工5000人，以莫德纳疫苗为主。同时阵也加派人力服务无医药的民众。另外，各级医疗院所也有提供无同款的疫苗，给民众选择。大东艺术文化中心的预约的状况相当踊跃那我们也开放了预约的额度由昨天的4000人增加到5000人那在统计昨天的预约的状况大概是将近4900人左右嘉义县伫初9设立3个大型注射站，规工总共有万多人注射。其中注第3档的有9834人，初10开始高雄订过诊所和医疗院所也提供服务。那台南市加设的随到随住注射站，无论第1、第2、第3档拢会当住，平均排队的时间也拢超过1点钟。是针对1、2剂的民众，就是有发放200元的礼券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们并不会去限制，就是多少剂，就是随到随打。通机场群聚疫情也悬，佮加上春节要到，烦恼南北人口来去，民众注疫苗意愿也对咧增加。为着因应注射的人阵，各地卫生局也拢加设注射站，民众会当分散预约的时间才去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这礼拜温度对今仔暗时开始就会开始变寒哦。拜2半暝到拜3透早是上冷，北部大约只有12度左右。拜3开始水汽会淡薄仔减少，冷空气的强度嘛会减弱，也毋过温度嘛是搁真低，大家都爱先好些。虽然有出日头，毋过气温也是好，骑机车人拢穿厚袖啊。这礼拜天气变化，甲顶礼拜有明显的差别。因为礼拜2初10开始，中部以北气温都亲像厝里拢共款，暗时中部、南部也会愈换愈冷。拜2这一天，阁有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强烈大陆冷气团入南，愈来会愈寒。拜2深暝到拜3透早，会是这波冷空气上强的时阵。预期呢，它的低温有可能在台北市的低温可能在12度的上下，也就是说，有机会挑战今年最强的一波冷气团哦，那有机会到达强烈大陆冷气团的水准。但预计呢，到礼拜4、5之后会慢慢的缓和，但是回温幅度也很有限。拜1暗时到拜2，北部、东北部拢有局部性落雨，另外中南部地区也有一寡零散的落雨。拜3开始水汽才慢慢减少，冷空气强度也小可减弱。毋过拜3到拜5这段时间气温回升无大，也是要注意保暖。
虽然持续受到冷气团的影响，不过形态上会转为比较干冷的状况。那也因此呢，在星期3到星期5这段期间，北部跟东部的朋友一整天都还是比较偏冷偏凉。至于中部、南部的朋友，大概就是夜晚跟清晨的时候气温比较低，白天气温会回升，所以日夜温差的幅度比较大。过礼拜气温拢是凉凉冷冷，拜日北部2500公尺以上的悬山，甲中部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那水气甲气温适合，都有机会落雪。一直到拜六拜日，冷气团才会小可减弱，气温慢慢回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民进党的林静怡选赢，早起出门去写票。伊嘛表示讲，等下董事长颜清标的身体较好，感觉同意的话，伊会去拜访。也毋过嘛讲哦，相关的案件，伊嘛阁会继续关心。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今仔是去台南拜拜哦。朱立伦嘛讲，失败的责任伊会负责，嘛阁会继续拍拼。车队归路扫街来咧感谢支持的民众。车10透早，中二选区立委选赢的林静怡，伊一手来甲民众致意。也若什么时阵会来拜访颜家？林静怡讲，颜清标才拄出院，会等伊身体状况较好势，才去甲拜访。严董事长才刚刚出院哦，我觉得现在去打扰他不太好。但是如果等他身体状况好一点，随后的事务也忙得差不多了，我当然认为，如果他们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来，大家可以见见面好了。所有的人的协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哈。所以其实也不要做太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无谓的这种攻击啦哈。我相信这是大家都尽力了。面对败选，颜宽恒表示讲，只要若是乡亲有需要，伊随时拢有伫个。不过伊无回应讲未来是毋是有要拍算过来参选。不二个，国民党伫1个月内，小连续伫个4大公投、台中补选，还佫有林昌佐罢免案内底来失败。支持者拢要求党主席朱立伦都爱负责。不过朱立伦伫个初9这天煞无看人。人说要抓战犯啊，说要朱立伦下台了，我不认为啊，我认为，胜败兵家常事了啊，他也是刚上来嘛哈。那国民党也不能这样，一直换主席啊。任何的失败或责难，我们一肩扛起。但是我们对于民主的制衡的道路，我们绝不终止，继续努力。朱立伦一直到初10的早起，才出现伫台南的天后宫来拜拜。那对这个败选，强调讲伊会担责任，嘛强调讲面对年底的地方大选，会刷咧来拍拼。所以伊来台南遮行行绕绕咧，要来听基层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中正网家立委林昌佐罢免案嘛无过关哦，因为这届民进党真认真帮伊徛台邮票，外界嘛真关心讲伊敢袂归去来加入民进党。林昌佐早起并无回应，伊讲哦无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无希望佮引起另外政治解脱，互人制作话题。罢免投票无通过，林昌佐倒来到立法院，民进党立委陈定辉看到伊是特别甲揽一个表示欢迎。林昌佐经过其他立委办公室门口的时阵，毛助理来向伊拍招呼，恭喜伊通过这一关。林昌佐表示，煞来要继续扮演好中正板桥区的立委角色，未来敢会加入民进党的相关的政治议题，伊拢无愿意回应。如果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这个关于政治，不管是下一次选举的讨论，或是政治计算的讨论的话，其实整个社会都会是浮动的。整个社会浮动的，不外乎就是会让这些想要去挑起仇恨、挑起对立的，就有机可乘。在选区的经营，到底是他的加入与不加入怎么做是比较好？我相信他自己会有一个选择。台北市的中正万华区域，认为他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比认为他不是的人可能更多，所以我想应该马上就会成真。这个罢免虽然是无过关，不过同意的票是比无同意的票更侪。发起罢免的钟小平认为，国民党未来还是有机会。嘛，民进党立委认为讲啊，这嘛反映出台北市还是拿大一点。板块已经改变，有了非常好的进步。这次可惜中正如果多投一点就过关了。国民党要更团结，我们努力下次再把立委拿回来。很显然的是，国民党还是有很高的基本盘。如果我们执政党没有好好做，其实罢免跟公投都是很容易被国民党闯关的。
这一点是随时提醒我们要洁身自爱，步步为营。另外，这届无同意票，甲同意票差要1万外票，是不是民进党的基本盘无开出来？对着发出动员令的总统蔡英文来讲，后蔡英文时代的权力掌握是不是有所变化呢？郑文平回应表示，民进党对着罢免案用铁的有真侪，像讲或者罢免的力度卖过伤悬，或者同意票是无法度过关，嘛是其中之一。袂当干那为无同意票票数来过度解读。记者张志雄、陈信良台北报道。台中二选区的补选，这届的投票率创新高，突破58%哦。有学者是分析讲，应该是因为单批位的罢免案去影响到，有真侪人拢专工返乡去投票，这嘛代表讲地方的势力受到影响。另外，林昌泽的罢免案无通过，这嘛显示讲大家面对一连串的罢免案，已经感觉真野生咯。台中二选区补选由民进党林静怡胜利，佮甲国民党颜宽恒有大差距，这摆投票率超过58%，比单票位罢免案较悬。学者分析，真侪人因为对单票位感觉可惜，产生危机感，加上选区结果改变，外来人口加少年选民拢来投票。我觉得民进党在整个公投之后，然后把中二选区的补选拉高成是一个总统大选的规格，请全党之力下来做辅选跟宣讲，那这个也是会让很多中间选民，让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愿意出来投票的一个原因。新友中分析，这代表规个地方派系较无力，传统的严格组织动员出现问题，和台中地方政党阵容出现改变，冲击国民党。另外，自控台中市长选举，因为台中市长罗秀贤一摆保留切割颜宽恒，对选情影响可能有限。现在看起来，整个补选的过程，他也是比较选择保守，或比较选择保留一些切割，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现在评估年底的这个选举来讲，不能说没有，但是可能对于卢秀燕个人的这个选情来讲，影响还是比较有限一些。那现在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骨牌效应？对于国民党的来讲，那可能有很多这个不管是县市长也好，县市议员也好，接下来年底的选举都要重新去思考要怎么去打这个选战呢？民进党在中二选区胜利，台北中正板甲区无党籍立委林昌泽的罢免案也无通过，两区拢伫府院党全力支持之下有好结果。学者分析，连续罢免案确实让民众感觉疲劳，也反映伫投票率顶悬。未来是毋是伫罢免看站做调整，研究思考。长远来讲，可能大家会觉得说，罢免毕竟还是蛮那个会用到很多社会资源，然后那是不是说，这样的罢免案？可以用更严谨的方式哦。蔡高鸿分析，这摆林昌泽罢免案虽然无通过，不过同意票比无同意票较大。林昌泽确实伫地方有一寡问题要解决，不过国民党未来要提回中正马甲区也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最近2个月查到3件来自泰国国际包裹有肉制品哦，佮验出非洲猪这病毒。行政长苏贞昌早起嘛去海关视察，要求相关单位爱追究受惊的人的相关责任。面对又个探息疫情，苏贞昌嘛强调讲，咱台湾必须要甲出入境的国门修复掉，除了针对高风险的国家入境的规定来加严，嘛拜托大家赶紧去注疫苗。1922专线嘛会开放。1月底就要过年啊！行政院长苏贞昌7日透早视察国际包裹的检疫，因为小连续查到寄到台湾的国际包裹内底有肉的制品，而且佮验出非洲猪这病毒的核酸，2个月内就有3件。苏贞昌要求相关的单位要追究受检人的责任。最近2个礼拜查的邮包里面，竟然又有从国外透过邮包寄肉制品进来。非常的不对，这一个外国邮包进来，收件人等都要追究相关责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把守好，才能有猪肉吃，才能2000亿的猪肉产值不会破产。苏贞昌强调讲，已经从任3年外，直直咧呼吁讲爱甲处罚加重，而且台湾要阻挡的唔那是非洲猪瘟，佮有武汉肺炎的疫情。尤其最近境外确诊多数来自美国，不过美国一直无互列入去高风险的国家，受到外界质疑。苏贞昌指出，无针对倒一个，也表示1922会重新开放来协助疫苗的注射。不针对哪一国，我们是针对哪一些从国外回来会有高风险的，我们都列入，没有说什么对哪一国特别好、特别不好。另外，我们因为鼓励大家赶快打疫苗，所以1922会重启，已经都谈好准备好。
苏贞昌强调讲，国际疫情真正力，台湾要甲边境守好条。即马疫苗的数量拢够，第一线的诊所甲注射站也拢设好啊，大家会当去注射。伊也拜托众人赶紧去注第2档甲第3档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的金融研会议公布讲，去年12月份，咱台湾金融风险的指数是97.9哦，比顶个月是降0.1。这个数字是显示讲，咱台湾金融环境的风险有较稳定一点啊。也毋过最近咱国内又有本土的病例，佮加上国际的风险哦，嘛是佮真悬，尤其是以欧洲上严重，所以嘛提醒讲银行业都要特别注意。台湾金融研会议公布12月台湾金融风险指数数值是97.9，连续3个月拢伫98左右，显示台湾金融环境风险等好。不过，这个数据只是提供参考，因为是落后指标。这个月初9，国内一天新增加11个本土个案，多基群自案继续增加，而且奥密克戎病毒造成全球确诊数创悬。国际金融经济震动恐怕又搁较严重。当然，疫情是目前最大的这个变数哦，因为联准会在今年1月底呢，会有一个最新的利率决策会议，就会受到国际疫情的影响哦，产生了一些决策的变化，这个是相当值得关注的。今年有估美国联准会可能会加速启动缩表时程，为压制通货膨胀压力，恐惊升息时程也会提前。不过，大建议有估目前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会伫第1季、第2季了后开始缓和。另外，房市因为政府打炒房的措施，甲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房市热度也会慢慢降温，房价起的速度会较慢落来。房价若让它飙升得太快，这个也不是好事，因为有上有时候就会有下，那这个你就容易在未来引申一些呆账的问题。现在房价呢，大部分的地方已经比较稳了，好，地区性的，好，它有题材性的，那还是属于比较上扬的趋势。金研院表示，今年初金融风险有5大变数，包含通货膨胀、升息、缩表、疫情、经济，这效应互相交织影响，银行业需要严密监控投资部位，并计损失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哦，有一栋公寓发生火灾，已经造成19个人死亡，其中有9个囡仔，佮有63人受伤，有32个人是伤甲真严重，状况是无介乐观哦。这嘛是当地30多年来史上上严重的一场火灾。纽约市派出200多位消防员拍火，伫布朗克斯这栋19层的建筑物外口菜楼梯起伫拍火，会人看到一寡窗门拢破去啊！目击者讲有看到几多位囡仔倒掉下道送出被卷出，消防的面互烟熏甲乌麻麻。这边火灾史上严重，真侪拢是砸掉。Very heavy smoke, very heavy fire. Units pushed in. This smoke extended the entire height of the building. Completely unusual. Members found victims on every floor. The door to that apartment was left open, causing the fire to spread and the smoke to spread. 最高早起11点外，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就是广告当110过，迄当阵通报讲有看到3楼窗仔门浸火出来，赶到现场发现2楼、3楼拢已经着火。纽约市长亚当斯讲，这是纽约市现代上严重的火警。顶回布朗克斯有重大火灾是30几天前，87人死亡。We want to immediately open one of the schools and immediately have access to the family members so they can be notified of where their loved ones are transported to. 官员讲，初步判断这场火警无其他疑点，导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这栋楼有大120户，1973年起的，是双子公园西北区复合式社区的其中一栋，是布朗克斯区现代化经济型的厝。在地人民主党众议员托瑞斯讲，这寡建筑拢真旧啊，大部分拢无自动喷水系统，也毋是每一栋拢有火灾警报器。伫布朗克斯收入较低社区内面，发生火灾风险是比其他地区较悬。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去斯里兰卡访问，因为目前斯里兰卡因为疫情甲一带一路向中国贷款来起港口，这个国家特别破产了。斯里兰卡的总统府嘛声明表示讲，希望透过这届的会面来协商债务。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斯里兰卡，初到伫首都科伦坡，甲总理会面。很高兴能够同总理先生见面，这不仅为刚刚获得民族独立解放的我们两个国家打开了友好交往的大门。不过，在中国拜访的同时，斯里兰卡正面临扩散危机，受疫情影响，观光收入减少。目前外汇存底只存16亿美金，恐惊今年付1个月进口。英国卫报指出，国内已经出现基本物资欠缺，政府印钱加速通货膨胀。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n establishing normalcy, but we were confident that with support from friendly countries like China, we will be able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soon.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对斯里兰卡贷款总额有33.8亿美金，相当933亿新台币，当中无包含向国有企业的贷款。斯里兰卡总统府发出的声明中讲到，若中国应考虑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同意这步调整会是真大安慰。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 working closely with you an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被看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斯里兰卡，过去捌向中国贷款14亿美金改起潜水港，最后煞无法度还贷款，只好伫2017年底，同意将港口使用权租予中国99年。即卖因为疫情冲击加上落入“一带一路”的这部陷阱，政府请求这部调整。不过，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并无做出回应。公视新闻王碧文报道。再来关心国际疫情哦。根据国际媒体统计，今年到打这1礼拜外，疫情已经比去年严重真济哦。全世界每天的确诊人数已经翻倍了，有超过200万人确诊哦。法国巴黎街路出现示威游行，要求自由，反对政府的新的防疫政策。其他都市亲像马赛、图鲁斯甲波尔多等也有抗议活动。今仔是七月1天，全国有179场示威，总共有超过10万人参加。Et donc le fait d'avoir une décision autoritaire sur la façon dont on doit gérer notre santé, parce qu'il y a la liberté, mais il y a l'éthique derrière. 法国参议院目前在审查疫苗通行证法案，若通过，会伫15正式上路。新规定当中，只有完整组疫苗才能摕到通行证明。未来阴性体检报告无效力，加早强制要求全民做疫苗。另外，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话也引起反弹。Quand certains font de leur liberté qui devient une irresponsabilité un slogan, non seulement ils mettent en danger la vie des autres, mais ils restreignent la liberté des autres.Et ça, je ne peux pas l'accepter. 澳洲新冠疫情一直升悬，法国确诊人数过去24点钟增加30万例。英国是宣布全国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人，是全球第7悬。根据法新社统计，去年最后1礼拜全球平均每天有差不多100万人确诊，不过今年第1礼拜一天确诊人数已经有200万例，短短10天内增加1倍。在这当中，澳洲就占49%的确诊比例。瑞典王室七月证实，44岁王储维多利亚公主确诊新冠病毒。声明中讲到，维多利亚公主已经完整做疫苗，这是伊第2摆染疫。目前甲亲人伫咧徛家隔离，这是自瑞典国王亡去了后，各王室成员确诊。目前瑞典饱受第4波疫情冲击，初一天新增加病例都超过7万。公视新闻王碧文报道。去年8月份，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有一个阿英仔伫机场，互人交予一个外国阿兵哥哦。也毋过后来，这阿英仔就失踪。路透社嘛有报道这项代志，望大家斗相共来找这个失踪的阿英仔。即马传出讲已经找到啊，是一个客停车司机，把阿英仔扣回去，亲像是绑票。后来谈判，这个司机才放人。细汉囡仔小孩儿总算会当看家庭团圆。过去5个月来，照顾伊的客停车司机沙飞，那靠那交予小孩儿的阿公，双方前后经过7个礼拜的谈判甲拜托，沙飞甚至从短暂拘留。路透社独家报道，去年8月19，伫美国大使馆担任保全的艾哈迈提，带着家庭伫机场通关，准备要上美国军机的时阵，因为烦恼，才2个月大
大爱索海尔伫人真济的人群当中受伤，随手交互指挥，伊自认是美军的人，希望家己警方国公车的安检停驶了后，会当伫后壁将囡仔接走。想袂到索海尔无看到啊。 چون از بین میره بسیار وضعیتش خراب بود بریدیم به هیچ کس از آمریکا رفتن منصرف شدم گفتم میرم خانه تفلک آوردیم در خانه زنگ زدیم شیر خرید کلانش کردیم تا اون رو نگاهش کردیم社会有3个查某囝无后生，将索哈尔抓转去了后，将生活相片打伫面册。这个时阵，路透社刊出相关索哈尔失踪报道，厝边比对相片，索哈尔下落才互知影。爱哈麦迪就联系伊的丈人啊，雷萨威，早就先靠礼品顶前往，想要甲索哈尔领回。这个时阵，萨菲却反悔。 表示家己也想要前往美国，不过根据沙菲已经退离到美国加州的阿兄表示，沙菲并无相关的申请，在无法度的情况之下通报塔利班官员。沙菲讲，这不是绑架，是启用，双方协议一方付启用费，一方帮人，代志才结束。这个案件凸显美军快速退离阿富汗的时阵，伫机场真侪想要走离的父母甲囝儿失散的困境。塔利班夺权到今，百姓真艰苦，当局呼吁国际社会唔通带着政治偏见。 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不过各当时正伫大学校园逮捕批评人士，一位伫大学不了受欢迎的教授，对于施政有真侪批评，即马也失去自由。分析指出，塔利班会安尼做，只是使人道援助的任务复杂化。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过来的消息咯，要提醒有要陪无人机的民众，要爱特别注意哦。台中市修正无人机的公告，新增加12个禁飞的区域，包括一寡学校甲病院，计共有359个所在。 台中航空科大同学用无人机伫大学校园内翕计划作业，由于是伫民航局公布的航空区，飞行的高度袂使超过60公尺。讲到台中市府，伊阁新增加了12处无人机禁航区域。同学讲，为了飞无人机，必须要更加小心踏进场地。主要是在校内飞啦，网络上都可以去那个有一个网站可以去看。 台中市府第2次修正遥控无人机公告，新增12处的禁航区域，包括病院甲真侪间的学校等等，拢总禁航区域就有359处。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这次的修正公布是参照民航局的规定来公告，为在上当会使开发30万。那目前的一个禁飞空域呢，都是各场域的一个管理单位认为有公益或者是安全的一个需求来提报市府进行公告。 未少有玩家认为禁飞区域太大，伫市区内底真歹找到会使飞的场局。而虹光大厦无人机训练中心表示，禁航区域的规定对一般民众的影响较大。教育甲政府单位若是要来操作无人机，拢会提出申请。反而有时候他因为公务上面的需求，你就要透过正常的程序申请。那只要你的目的合法，那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程序上面的问题。 张成龙表示，后来到含无超过20公尺的管道，嘛会进行系统登记。一般民众若是要飞，除了取得相关的证照，嘛要先确认是毋是禁航区或者是航航区，避免触发。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台东县有一寡无牌照的3轮、4轮的电动车，专门租予游客哦。若输出车祸，就算业者有保旅行平安险哦，嘛有可能因为使用无合法的交通工具，无法度理赔。去年本地县政府是要来推动慢车管理自治条例，也毋过并无成功哦。县政府嘛强调讲，今年的3月会阁送县议会来审查，上紧今年会实施。 台东县真侪风景区景点情况出现自轮车出租的行业，其中有电动3轮甲4轮车。不过去年捌因为这款的车徛伫道路发生事故，这点真歹厘清在地民众甲业者也真为难。可能在游客在骑乘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跟农田里面的一些农民。 可能有一些碰撞，都是看天吃饭这样，然后希望客人骑出去，可以自我安全的一个管理，不要受伤这样。业者讲已经投保旅行平安险，不过无合法的交通工具无法度赔。其实台东县发展电动自轮车已有10多年，原本去年部分乡镇要推动管理时速25公里以下的电动3、4轮慢车合法化，不过县府认为这是规个台东县共同的问题，要由县府制定。去年就准备好自治条例，有计去年年底前要实施，只是地方也阁有意见，不过今年3月会送县议会审查。
去年8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公告过一次，然后有民众有一些的反应，好，那我们就针对民众的反应，我们也做了一个修改。在地自行车操作业者认为，即摆3轮4轮电动自行车的样式已经有较侪变化，官府爱加紧脚步送出条例审查，议会伫审查时阵也爱听业者意见，以免法令缀袂着业者的脚步。记者综合报道。年底咯，有一寡上班族拢会考虑讲，过年了后敢要换头路。有人力银行调查就发现讲，超过93%以上的上班族有想要换头路的想法，这嘛是13冬来上悬的比例。已经出社会15年的小文，目前伫个物业公司食头路，主要负责进出口保管相关的业务，一个月薪水3万8。每个月除了爱分担大家外头厝耗钱费，还阁欠买厝的头期款，一个月薪水差不多拢开了。即马积极准备外籍检定考甲外汇人员证照，希望年后能换头路。我去年度就开始在准备那个证照考试，那这张证照拿到之后呢，其实可以往金融业发展。那如果说金融业可能也没有机会，但是在一般原职业的时候，其实证照是加分的。抑个这捌伫国外做剧团顺演经理的米莉，因为疫情关系，倒来到台湾，佮转职到房仲业，毋过一行了后，业绩一直无理想，所以想要伫年后重回基本界。我们还是新人啊，所以相对的成交的几率，还有加上疫情，领固定薪水习惯的人也是有点紧张。伫年尾不少上班族也开始思考，是毋是伫农历过年了后要换头路。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有93.6%的上班族透露想要换头路，续创13年来新高。年后想要换头路的前5大行业，分别是科技、餐旅、制造、金融、保险、甲批发零售、甲贸易。除了看重薪水，甲有行业偏好以外，有高达8成9人想要去外商公司上班。很多人在过去原本2年都有想要出国的计划情况下，那因为疫情呢无法成行，现在退而求其次，可能很多人会转到这个外商来应征工作，来等待未来边境解封之后有这个外派的一个机会。杨宗斌表示，资方看好疫后经济开始复苏，后台外销厂商共步扩大招募规模，年后人才热度继续抢悬。这波企业回乡潮也因为烦恼欠工、抢无人才，加上薪水透明化，产生工业比价效果，自然互年后换头路的薪水、奖金、福利这条件有机会会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原物料伫个起价哦，做胖的巴达米粉哦，嘛是起袂少，佮加上基本工资、运输的成本拢会起。高雄高饼商业工会是认为讲，虽然大多数的会员哦，拢讲伫过年之前因家己先吸收哦，袂起价，也毋过过年后就无一定咯。多烘出来胖，灌入去巴达了后，放伫个架啊。做胖的重要原料之一的巴达，价格一直抢悬。除了巴达、米粉、牛奶粉、工资、运输成本拢增加。业者讲，10公斤装的巴达为4700起到5200，也有人买伫个5600。国产米粉为一包400多块，起到500多块；进口米粉为1000多，起到2000多。这成本拢加做业者讲袂出来苦。它产地已经没有那么多原物料的短缺，所以导致它价格往上扬。那再来就是我们运输的成本也增加。合理的范围，我觉得5块，我觉得 OK。比方说一次涨20块，我觉得这样子就不好。高雄高饼工会目前以减少成本悬的产品，增加成本低的产品来平衡收支，希望会员伫农历过年进行胖糕啊卖起价，若是原物料价格也是正悬，恐惊也是爱起价。差快2-3成啊，就先吸收这样子。如果真的成本不堪负荷，我们就调涨这样子。有业者表示，马达因为主要出产国产量变少，加做这摆起价主要原因，甚至出现有钱也买无情形。拓勘问题也是成本增加的原因之一。如果胖的起价幅度可能在5块左右，和平常真低的去求水。记者综合报道。新庄路轮条会有中风顶风险哦，台北甲供电业者合作开发一款新的手机啊软体，会当用来检查心跳无稳定的状况哦。1分钟就有结果，咱做伙来了解。
拍开手机啊，一盆软体，佮将手指头啊放伫镜头前，等待1分钟的时间，就当测量出家己敢是有心律不整的情况。我们借由这个手机的镜头去侦测心房颤动的时候呢，其实它是用另外一种原理，它是利用光学的方式去侦测我们心脏的脉搏，它作为这个心房颤动的侦测，这就兼具了这个方便性、便利性，而且价格跟使用性都非常的简单。使用手机啊个位置镜头，侦测脉动加血液体质变化，来体检心房颤动的潜在风险族群，也可以当将资料上传云端。毕竟心房颤动是民众常看的心律不整，65岁以上的患病率有8%到10%，而且一定是一转一转发作。诊断较无简单，也较会因为延误就医，错过黄金治疗期。每分钟70下的速度放电，那可是如果说心房它生病，可能这个电流呢就会在里面乱窜，它的风险就会增加死亡，大概2倍到3倍，心脏衰竭，那中风大概就5倍到8倍。那事实上还有很多生活品质的变差，包括他的运动能力变差、喘、心悸。虽然目前会当经由心电图来监测，也是智慧手表顶会当载的装置来监测，不过方便性犹也无够，所以台大病院甲供电团队合作开发手机软体，敏感度甲准确度达到95%，也得到卫福部的许可，希望和民众新的自我检测方式，为健康设一道防线。记者综合报道。伫广播界有真侪前辈正拼命为台语的拍拼，今仔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去年摕到广播金钟奖特殊贡献奖的陈文琪，伊对18岁就开始伫电台做节目，已经40多档咯。伊替广播界甲台语歌界出真侪册来做记录，伊望讲台湾歌会当一直传唱落去。咱做伙来看陈文琪的人生故事。广播继续听落去。摕到2021年广播金钟贡献奖的陈文琪，伫电台服务超过40档。文琪上通人知的电台节目是歌友世界嘅空中情书俱乐部、甲爱情青阳灯，佮有电视节目《天天24点》。后来伊访问300多位广播界人士，整理出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伫咧真诚恳为大家服务。早期我所主持的一个节目，叫做《爱情青阳灯》。毋过，其实伊即马也伫咧产业界拍拼，一心一意推动台语歌，佮想出真特别的方式来消解歌曲。这款歌星对1960年代出世的这一辈来讲，是唱甲也袂调。毋过经过这侪年，年岁哪大，哪会声音拢无变咧？这是陈文琪想出的对嘴方式，以后请原唱来现场录影，甲伊收藏的这条歌上原始的版本放出来，透过对嘴唱歌的方式，毋但互观众看到原唱者即卖的模样，也通听到头一版的录音。早期的歌星呢，伊并无啥物录影，所以讲尾啊，为着这个老歌会当伫咧电视来出现呢，我才去想到讲用对嘴的。所以讲，我完全若要推动这个台语老歌呢，一定都要伫电视的这个媒体来出现，安尼这台语老歌才袂去互失传去。陈文琪除了放台语老歌，佮伫节目当中访问台语流行歌界即寡老辈，甲对中的影像记录留落来。伊毋但是咧传承台语歌，伊的眼界也放甲真远。和伊共款伫业界咧付出的人，也对伊真敬重。伊会替人带念。敢若读文琪的想讲，作词作曲家的过程，典故爱讲互观众朋友听，包含讲原主唱人，咱邀请伊来重新表演，这对伊嘛是一种尊敬，表达咱的敬意。伊会想要所有伊对这个产业所得到的光彩、名声，也是利益，伊会想要去报答这个产业。陈文琪坚心推广台湾歌，继续甲人靠起来。伊也望少年辈同齐来了解这块土地，捌有啥物歌真实行，写出台湾史，也唱出台湾人的心声。记者朱英晓、陈宝罗台北报道。
咱个来看，屏东县政府甲有8档历史的潮州中城营区改做一个老大人的日照中心哦，叫做超好耍的幸福村。里设计真侪运动主者的课程，毛一寡福建的器材，咱做伙来看卖。再来，双手举光管，来个手啃来得啊，啃来。是大队老师的口号在做运动，有人在跳健康操，有人在行动训练。这是由屏东潮州500年历史的中城营区所改造的幸福村，内底有真侪款的健身器材，提供65岁以上的时代做团体运动。佮有走卡，请专业的总铺师来教学员组者，和日照中心的老大人驾到。经过2年多的筹设，在废弃的园区里面把它整建修建，健康者可以在那边学习，做一个熟龄的一个交友区。那这边亚健康者，它是一个潮州的日照中心，未来可以收纳30个这个长者。幸福村当中，佮有设复古的资源中心，有修理、回收旧复古的服务。民众嘛会当伫咧现场使用，何看拄到楼梯固定的时阵是要安怎处理？更多的这个再生的这个辅具，它可以做一个展示以外，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再生的功能。那新的辅具也可以让大家来体验，让大家来可以试用。屏东县府希望利用幸福村，提供各种身体状况的长辈一个活动的空间。会当运动，嘛会当得到生活的帮衬，甚至会当互相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德国的柏林有工程师利用宝可梦掠宝贝的概念，伫 Google Map 设一个山羊仔的地图，互大家去找藏伫这都市内底的山羊仔，那找地当那偷放压力。拍开地图，因看到真侪黑色的山羊图像，介意山羊的人顺地图的指示出发去找。这是德国 IT 工程师比利许科华甲同事斗阵建立的山羊地图。We actually just wanted to share it with people, yeah, so that people become aware. Because, like, how we came up with it, it's like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at we don't know like all the gold spots. 比利许科华甲另外一个 IT 工程师2人分别住伫柏林的南部甲北部，因为真爱山羊，拢对家己住的所在山羊景点真熟悉，所无清楚另外半个都市的山羊观赏地点，都利用 Google 个人地图功能制作出山羊地图，佮开放予其他人使用。The last time I checked, our map had like 11,000 views, but I don't know like how many actually saved it and like use it daily. And we have, I don't know, like close to 600 followers on Instagram. So like not that of a broad entertainment niche, but some people. 为地图看，伫德国柏林目前饲山羊的小型动物园有24个，有红色甲黑色的山羊都是，黑色表示用免费观赏，红色表示爱付钱。互使用人决定是毋是要开钱接触山羊，抑有其他都是放山羊雕像的所在。互用 AI 人工智慧创作艺术的使用者，伫辛苦上班一天了后，用透过山羊安慰心灵，得到新的灵感。Yeah, it was really great. Like when you even if the weather is bad and whatever happens, man, you go to the goats, you feed them, you rub them, and you feel amazing. That's a good feeling. 因为比利许科华创立的山羊地图，毋是为盈利，用免费使用，只互真侪使用人用甲伊分享使用地图了后欢喜的心情，互伊建立更较侪山羊自信，分享快乐。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再来看美国的西华第一大城洛杉矶哦，街头游民大约是有89000外人，因普遍拢困伫路林、公园，有的是各位食赌，嘛引起卫生甲治安的问题。当地慈善团体最近就起一个砖头，要来提供予游民来食生活。伫咧北荷兰府钱德勒大道，这座由39栋实在正水的迷你厝所组成的钱德勒迷你村，2021年2月起好开始使用。每一间设计厝内面拢有冷暖气空调设备、WiFi、灭火器、烟雾侦测器，门也会当锁。全村24点钟久拢有录影设备伫咧监控。暗时10点到隔两天透早6点，除了特别的需求以外，大人拢不准出门。
这是美国主权领导团体希望3个救援任务在洛杉矶市针对游民所设的公益社会体，甲一般游民使用数无同。这种长看拢是不永续的组合处，只要3个月就能起好。We realize this is not the solution, but it is part of the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homeless and humanitarian crisis. We know the value of bringing people indoors. 希望3个用政府的经费、民间的募款、二手店的收入，抑有自身捐款，总共去6座迷你村，食甲大拢免钱，抑有国园管理员加大房就业指导人员，帮助因登记社会。This is teaching you when you get housed, have your butt home early so you're not involved in nothing else. Go to work.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you do. 希望3个救援任务讲，大部分的大民伫咧住4个月到6个月了，就在调会当搬出去住伫咧永久性的厝。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